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24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86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92天。前线总共记录了144次战斗。在库尔斯克前线，乌军大约出动了3个营，将乔特基诺镇团团包围。包围圈内的俄军约1个团，造成损失很严重。俄军试图重新控制苏梅州和库尔斯克地区之间边境检查站，但未能成功。乌军第22突击团士兵使用自杀无人机摧毁了试图骑摩托车和全地形车突破的俄军。乌军第6旅第6游击兵团使用海马斯火箭炮打击了隐藏在库尔斯克学校里的一个俄军指挥所。据流传出来的视频显示，该指挥所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乌军至少发射了127架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奥廖尔、沃罗涅日、罗斯托夫、卡卢加和图拉等多个地区。同时，俄罗斯方面也称库尔斯克地区军用装备聚集地遭乌军导弹袭击。据俄罗斯电报频道消息，一处于利戈夫市出口靠近俄罗斯石油公司加油站的军用装备集结点遭到乌军的导弹袭击。报道称，共发生3次袭击，间隔时间为5至7分钟。目前，俄军死伤人数尚未明确，袭击地点已被军方和应急服务部门封锁。泽连斯基总统在他的每日的视频节目中说，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与军事指挥官们就前线局势以及我们与各国伙伴的防务合作进行了深入简报。俄罗斯的进攻行动仍在继续，我方部队也在保持一切必要的战斗活动。他说，局势最紧张的仍是顿涅茨克地区，特别是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同时，我们也在库尔斯克和别尔格莱德地区继续展开积极行动。这是我们对苏梅地区的积极有效防御，也是对哈尔科夫地区的防御。自去年8月起，库尔斯克行动以来，俄军在该地区已经遭受了重大损失，阵亡和受伤人数超过63000人。我方部队也成功大幅补充了用于战俘交换的资源库。敌后区域的作战行动越多，我们本国的社区就越安全。从泽连斯基这儿也得到了验证，也就是乌军还继续在库尔斯克、别尔格莱德地区活动。泽连斯基说，遗憾的是，俄罗斯目前仍未释放出任何停火信号，也尚未准备好结束战争。因此，我们所有形式的压力，与国际伙伴共同施加各种压力，都是绝对必要的。压力会起作用，战场上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这正是制裁的意义所在。还有政治上的压力，我想感谢所有支持乌克兰的人。乌克兰第92旅在别尔格莱德州附近无情地消灭整个俄罗斯的军队。在激烈的前线战斗中，乌克兰第92突击旅和第58摩托化步兵旅成功击退了俄军在别尔格莱德地区的乌斯廷卡、朱拉夫廖夫卡和索尔恩采夫卡附近的大规模机械化攻击。俄罗斯军队部署了坦克、装甲车甚至民用车辆进行协同攻击，但遭到了精确打击和战术抵抗。乌军摧毁了超过24辆敌方车辆，并停止了进攻，对俄军战场势头造成了重大打击。乌克兰军队正在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起持续性的大规模空袭。俄新社援引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称，仅5月20号到5月22日上午，就有485架乌克兰自杀式无人机在俄罗斯境内被射落。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从20日到20点到22日20点这48个小时内，总计有644架乌克兰自杀式无人机在俄罗斯上空被摧毁。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这些消息无法证实，但至少说明乌军确实发射了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的纵深目标啊。但是包括电报在内的诸多网络信息来源显示，乌军在这场持续性大规模的空袭中击中了诸多目标，以至于一些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主流军事频道发出呼吁，说敌方大量无人机正在进犯俄罗斯领土，务必提高警惕。
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尼发布消息称，当地时间23日凌晨，俄防空部队击落多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稍早前，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和茹科夫斯基机场再次暂停航班起降。据悉，这已是乌方连续第3天对莫斯科发动袭击。目前，乌方对此暂无回应。实际上，双方都没闲着，继续互相轰炸。乌克兰方面说，乌克兰防空部队至今击落176架俄罗斯无人机中的150架，被防空部队击落91架，被电子战压制59架，26架未能拦截击落。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消息，乌克兰国防军袭击了位于利佩茨克州的一家电池工厂，该公司是俄罗斯伊斯坎德尔 M 型导弹电池的制造厂。乌克兰方面说，这家公司是叶利钦所有，叶利钦家族说，袭击引发了一系列爆炸和火灾。乌克兰军方证实目标被击中，袭击的后果仍在调查中。总参谋部提醒说，该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化学电源生产商之一，该公司是唯一一家为飞机炸弹上安装的硅化和修正模块生产电池的企业。此外，该厂还生产用于伊斯坎德尔 M 防空系统、海上发射巡航导弹电池，以及一些用于特种设备供电系统的通用电池。总参谋部强调，停止该公司的运营可能会使俄罗斯占领者一些军事装备和武器失去关键的能源。总参谋部还总结说，国防军将继续对俄罗斯重要军事目标采取有针对性的作战行动，以迫使敌人停止对乌克兰的武装侵略。这是战场的一些情况。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5月21日星期三，路透社援引一份未公开的文件报道，乌克兰建议欧盟采取的新的大规模措施孤立俄罗斯，相关建议将于下周提交欧盟。该通讯社称，基辅在文件中呼吁欧盟采取更激进的措施孤立俄罗斯，包括允许没收受制裁人员的资产，并将其转移到乌克兰，以及对俄罗斯石油的个人买家实施制裁。这甚至可以包括2级制裁，例如针对进口俄罗斯石油的印度或另一个印度公司的制裁。基辅还坚持改变欧盟内部通过制裁的机制，即建议采用多数表决而非一票否决，这样单个国家就无法阻止制裁举措。这个欧盟刚通过了对俄罗斯的第17项制裁措施，这些制裁措施主要是针对莫斯科的影子舰队200艘船只。同时，英国也宣布对俄罗斯实施100项新制裁。乌克兰应成为重建欧洲安全架构的核心，这个是欧盟防务和太空事务专员库比柳斯在欧洲议会中提出的观点。他说，欧洲未来的安全取决于欧盟能否以及多快建立新的安全架构，而乌克兰将成为其中的关键。其军队已在战争中受到了洗礼。捷克的总统帕维尔发出警告，他说，如今只有乌克兰和俄罗斯知道如何使用现代战争手段。如果你问我北约是否准备好进行严肃的军事行动，我的回答是，但存在诸多限制。自冷战结束以来，北约部队主要作为威慑力量而组建，并不具备进行全面军事行动的能力。俄对乌克兰战争的例子向世界表明，当今的战争是传统军事行动与使用超现代高科技武器的元素相结合，再加上混合战、信息战和网络战的元素。他说，北约没有进行此类军事行动的实际经验，只有乌克兰和俄拥有这样的经验，他们懂得如何使用新的作战方法，其他国家只是从乌克兰的战场汲取教训而已。这个捷克的总统帕维尔他这个观点，我想大家恐怕都不难认同，因为你北约都没打过仗，真的要派到战场上去，恐怕这理论和实际还是有差距的。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真的是真刀真枪拼了3年多，那现代战争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最有发言权。所以欧盟说了，未来的安全架构，乌克兰应该成为核心。因为人家一有实战经验，2乌克兰现在有将近100万的军人了，那都是在战场上
经受了炮火的洗礼，扛住了这无人机的轰炸，还有什么 FIB 3吨的炸弹。欧洲防务和太空事务专员库比柳斯的这个观点跟帕瓦尔一样，他说目前欧洲大陆上有2支在实战中磨练出来、具备先进无人机武器库军队，一支是乌克兰的军队，他们不仅在保卫自己，也在保护我们欧洲；另一支是俄罗斯的军队。我必须强调，当美国开始逐步撤出欧洲，而俄罗斯则在为可能的进攻做准备时，欧洲的安全取决于我们能否以及多快开始建设新的安全架构。乌克兰及久经沙场的军队以及最具创新能力的国防工业应成为这一架构的核心。什么意思？实际上就是欧洲人应该马上立即醒过来，把支持乌克兰当作当务之急，甚至有必要欧洲的经济都要向战时经济转型。这个不是危言耸听，一旦乌克兰输了，实际上就是欧洲输了。在目前特朗普时期，普京是看准机会了，所以他为什么现在他坚决不听火？因为他知道特朗普怂。那么在整个欧洲还有谁能跟俄罗斯匹敌呢？假如这个普京认为他能把乌克兰打败，这是特朗普说的。特朗普跟普京打了2个小时电话之后，得出个结论：普京认为他能打败乌克兰，他不想听火。你想想，在欧洲，如果普京把乌克兰打败了，把乌克兰吞并，乌军有将近100万人，俄罗斯是150万、100几十万，那你说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实力有多强？人家都是经过实战的，乌军和俄军一合并一整合，这时候欧洲哪个国家能扛得住？摧枯拉朽，想打到哪打到哪，不要指望着特朗普会上来帮忙，要帮忙人早帮忙了。所以说，当然了，我们还有底线思维，就是你欧洲要有底线思维。假如美国他不帮忙，欧洲谁能扛得住啊？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就是必须死的尽自己所有，尽最大可能援助乌克兰，帮助乌克兰，不要有任何的侥幸的心理，不要有任何的绥靖的心理。俄罗斯人已经说得很明白，这个俄罗斯人从来不藏着掖着。你看，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委员安德烈·索波列夫宣称，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新目标，就是新的目标，是建立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统一联盟国家，并在自然疆界内恢复俄罗斯世界。他表示，我们都是俄罗斯人，基辅是万城之母，同时呼吁对青年进行军事爱国主义教育，以实现这些目标。也就是俄罗斯，他现在目标越来越明确，就是要吞并乌克兰，再吞并白俄罗斯。白俄罗斯那是随时吞并。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哪个国家能扛得住？罗马尼亚当选总统尼库索丹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强调布加勒斯特对西方联盟的承诺，对乌克兰的援助将会继续。当然，我们都希望尽快达成和平，至少是停战。他强调，包括罗马尼亚在内的欧洲国家必须向乌克兰提供足够的支持，以实现和平。丹表示罗马尼亚愿意在乌克兰实现和平后参与其战后重建工作。匈牙利的总理鄂尔班表示，他说欧盟出资组建100万乌克兰军队可能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他指出，西欧领导人计划让乌克兰保持100万军队规模，不仅在战时，也将成为长期安排，但这最终由欧洲人买单。他在匈牙利电视台中强调，乌克兰政治不稳定，谁也不知道未来的政府会变成什么样，用我们的钱支持这样一支未知的军队，可能带来灾难，对欧洲安全构成严重风险。鄂尔班强调欧洲最终可能资助一支不友好的军队，且他本人不同意匈牙利的资金支持乌克兰军队。恐怕跟乌克兰的财政部长马尔钦科他在 G7 财长会议期间，他提出了一个想法，就是让乌克兰的军队负责欧洲各国的国防工作，由欧洲各国为乌克兰军队提供资金。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特朗普是急着要从欧洲撤军呢，美军从欧洲撤走，那正好乌军来填补这个空当。马尔钦科表示，这样可以让欧洲各国花小钱办大事，因为欧洲各国自己扩大征兵以及重建军事潜力需要数年时间和更多的资源，而雇佣乌克兰军队可以两全其美。他还承诺
乌克兰政府通过这种合作赚到的钱将全部用于发展军队，所以欧盟有此想法，但是鄂尔班那是强烈反对。不过鄂尔班的好日子已经不多了。欧盟理事会将于5月27日就是否根据欧盟条约第7条剥夺匈牙利的投票权举行听证会。相关议程已在欧盟理事会官网公布。文件中写道，部长们将就剥夺匈牙利投票问题进行第8次听证会，依据的是第7条程序。欧盟条约的第7条程序，如果该成员国被认定严重违反欧盟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暂停其部分权利，其中包括投票权。欧洲到现在被一个匈牙利搅的是乌烟瘴气，生死存亡的关头还在搞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个欧洲确实动作缓慢，很难统一。欧盟打算彻底的切断跟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的贸易，但是这个匈牙利很有可能要投反对票，叫一票否决。法国向乌军提供6台最先进的扫雷机器人，具备远程智能监控识别功能。这是法国最新的扫雷机器人已经到了乌克兰战场，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5月23日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希望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并采纳美国共和党议员格雷厄姆提出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新线杂志援引一位接近美国国务卿的消息人士报道此事。消息人士告诉该刊物，值得注意的是，卢比奥几乎每天都提到制裁。他希望美国国会通过格雷厄姆的法案，因为他拥有可以推翻参议院否决的多数票，这可能会被破坏美国与俄罗斯关系的重启。这个卢比奥也有可能是在美国参议院被那些议员问的是哑口无言，对吧？用他几年前的话来打他的脸。卢比奥当参议员的时候和他现在当国务卿那个态度是截然相反。或许在面对议员的责问的时候他良心未泯，又说希望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的制裁。这个格雷厄姆他在参议院已经联合了72名议员，是跨党派的，支持一项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的法案，其中包括从俄罗斯购买石油、石油产品、天然气或油的国家征收500%的进口税。美国的参议院提醒称，如果没有真正的和平计划，他们已准备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美国参议员布鲁门萨尔和格雷厄姆提到了他们提出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的议案，并表示在莫斯科没有采取真正措施结束战争的情况下，他们有80多票支持该议案。据欧洲真理报报道，5月21日，他们在声明中宣布了该消息。他们指出，他们将认为一份附有同意停火条件清单的文件具有指示性。美国目前正在等待俄罗斯提出的这份文件。国务卿卢比奥也提到了这份文件，也就是俄罗斯在近期要提交一份文件，就是停火清单。卢比奥说了，要根据这个清单来看一看俄罗斯人停火的意愿。声明说，这个清单的内容将表明俄罗斯对和平是否认真的。我们怀疑它将会是更多的相同内容。如果是这样的话，俄罗斯可以期待美国参议院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我们和参议院的大多数议员都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普京正在玩一场游戏。我们提出的立法将孤立俄罗斯，使其成为贸易孤岛，并对支持其暴行的其他国家征收重税。我们法律的优先事项之一是让某大国承担责任，因为某大国购买影子舰队运送的廉价俄罗斯石油，为普京的战争机器提供燃料。他们还指出，没有某大国的经济支持，俄罗斯军工企业将无法获得所需的一切。不光是美国的参议院，欧盟也是这个态度。欧盟在中国的这个微博，他昨天发了一个消息，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欧盟同意第17轮制裁措施。欧盟在中国官方账号他说，他直接点名，他先介绍了第17轮制裁，为什么200只影子船只。本轮新的制裁切断了俄罗斯对关键军事技术获得并遏制了为其侵略战争提供资金来源的能源贸易收益。
下面就说了，某大国是俄罗斯两用物品和敏感物品的最大提供者，这些产品维系了俄罗斯的军工基础，并在战场上被发现。需要明确的是，这些都是有军事用途的产品，没有某大国对俄罗斯的支持。以其现有力量，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将无以为继，因为这种支持对欧洲的安全带来了直接威胁。欧盟别无选择，不得不令直接参与其中的某大国的企业付出代价。欧盟敦促某大国当局不要规避欧盟的制裁，并停止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提供物质支持。这个已经很明显了，欧洲、美国对这个已经提出明确的抗议。某大国这个时候还是要顺应潮流啊，不能为了一点经济利益就逆历史潮流，也不能为了一棵大树而失去整个森林。我觉得这个话说的是有道理的。你在前面做点生意赚点钱也可以理解，因为乌克兰、美国、欧盟他们对俄罗斯还势均力敌。现在美国抽身，现在乌克兰和欧盟明显的吃力，这个时候你还在跟俄罗斯眉来眼去，对吧？为了那点利益，关键你这点利益有可能会损失美国、欧盟更大的利益。更何况这个普京现在是越来越过分了。22日，普京正式宣布，俄罗斯将在乌克兰与俄罗斯接壤的3个新地区设立安全缓冲区。普京说，敌人选择的目标没有军事意义，他们瞄准的是救护车、农业机械、妇女和儿童。我们决定在库尔斯克、布良斯克和别尔格莱德3州边境设立缓冲区。我们谈论的是库尔斯克地区、布良斯克地区和别尔格莱德地区，这些地区也遭受了苦难，并正在遭受炮击。你愿意建立缓冲区，那是你的事情。但是普京宣布，他这个缓冲区，所谓的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明确指出，俄罗斯需要控制的乌克兰地区是哈尔科夫、苏梅、切尔尼戈夫，以保护库尔斯克、布良斯克和别尔格莱德地区。得陇复望蜀，这个俄罗斯人就是这样贪得无厌的。一说到缓冲区，斯大林在蒙古搞了一个缓冲区，这个俄罗斯人在他这个周边国家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很好找，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随便找个借口他就要搞个缓冲区。你在你自己的领土上搞缓冲区，没人管你，你把缓冲区搞到别人领土上，这种流氓行径，这种无赖，有些国家忘了自己的大片的领土被人家侵占，忘历史教训，反而还跟他做生意，想着变相资助他，再去别的国家搞什么安全缓冲区，把自己吃过的苦再一次复制到乌克兰，这是何苦？逆世界潮流而动。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顺应世界潮流，立马跟这个侵略者划清界限。乌克兰外长西皮哈驳斥普京关于缓冲区的言论，说明显拒绝和平努力。普京提出建立所谓的缓冲区的言论，正值国际社会积极推动全面持久停火、结束杀戮和推进和平的努力之际。这些新的侵略性言论显然是在拒绝一切和平努力，清楚地表明普京一直以来就是战争继续、人员持续伤亡的唯一原因，必须对他施加更大的压力才能结束这场战争。我认为普京的这个所谓的缓冲区应该遭到俄罗斯这些接壤的这些国家一致反对，因为他们都是受害者。当然了，乌克兰媒体今天也发了一个消息，乌克兰外交部与某大国驻乌克兰大使就俄罗斯的核威胁以及扎波罗热核电站交还乌克兰控制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乌克兰外交部长亚历山大·米先科与某大国驻乌克兰大使就核与辐射安全问题举行了会谈，重点讨论了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的局势。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乌克兰外交部公布了相关信息。乌克兰外交部表示，乌方强调必须立即停止俄罗斯联邦的核威胁行为，将扎波罗热核电站完全交还乌克兰主权控制之下，并释放那些因亲乌立场而被俄方扣押的核电站员工。某大国大使重申，某大国坚定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强调大国始终主张
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严格遵守核安全原则。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某大国表示愿意推动加强国际协调，以防止核事故发生，维护全球稳定。某大国既然表态，一而再再而三的表态，坚定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前是一直表态，那现在是应该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与俄罗斯这个侵略者保持距离。我觉得某大国在得知普京要在哈尔科夫、苏梅、切尔尼戈夫搞什么缓冲区，应该是立即火冒三丈才对，应该是勾起了痛苦的回忆，不能麻木不仁。如果助长俄罗斯的这种风气，谁能保证若干年以后俄罗斯不再向大国再要一块地方，什么某个河以北地区都做缓冲区？不要以为俄罗斯人干不出这事，你现在资助的，你现在帮助的，实际上是一只喂不饱的狼，永远也喂不饱的北极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